我哋又一齊做站立式普拉提啦。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呼吸同埋核心嘅位置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手臂貼身，呼氣收腹，緊握拳頭，曲手踭，同時提腿，再呼氣收腹，用力伸手上天花，拉直個身，腳向前踢，腳趾向上，再呼氣收腹，緊握拳頭，曲手踭，腳改做提腿，吸氣手腳落返嚟。做嘅時候要保持身體穩定。做呢個動作除咗係鍛煉核心肌肉之外，一方面收緊手腳肌肉，另外亦都可以伸展手臂同埋大腿後面嘅肌肉，亦都可以增加身體嘅平衡感。雙臂貼身，呼氣收腹，用力揸拳頭，曲手踭，同時提腿，再呼氣收腹，前臂向兩邊指，同時打開髖關節，再呼氣收腹，緊握拳頭，將雙手拉返嚟前面，同時將膝頭哥都拉埋嚟前面，吸氣手腳返原位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鍛煉腹肌之外，亦都可以收緊上臂肌肉、背部嘅肌肉、大髀前面嘅肌肉，同時打開髖關節同埋肩關節，增加關節嘅靈活度，亦都可以訓練平衡感嘅。呼氣收腹，提腿，雙手掂膝頭哥，再呼氣收腹，打開雙手，將提腿嘅腳向後邊交叉，再呼氣收腹，腳變返提腿，雙手向返前面掂膝頭哥，吸氣手腳返原位。做呢個動作亦都係要保持身體穩定。呢個收腹動作主要係收腰側嘅肌肉，亦都可以強壯大髀前面嘅肌肉。呢個動作喐動比較大，單腿時間比較長，亦都係可以訓練平衡感嘅。呼氣收腹，提腿，雙手拉直個身。呼氣收腹，雙手打開，腳趾去側邊，再呼氣收腹，伸手上天花，腳再改為提腿，吸氣手腳返原位。呢個活動範圍比較大嘅動作，對核心嘅要求更加高。做嘅時候要保持身體穩定，一定要收緊個核心。呢個動作亦都係可以鍛煉肩關節、髖關節嘅靈活性，同時亦都可以鍛煉大髀前面、側邊同埋臀部嘅肌肉。呼氣收腹，提腿，同時緊握拳頭，曲手踭，將手臂拉上去，吸氣手腳落返嚟，同一邊腳做2次。做第一次嘅時候，腳板係好近地下，但係唔掂嘅，所以腹部嘅控制力更加要大。腳第2次先至掂地下。做呢個動作要保持身體穩定。呢個動作除咗鍛煉腹肌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大髀前面同埋雙臂肌肉以及背部嘅肌肉。呼氣收腹，提腿，同時雙手向上拍，再呼氣收腹，雙手向大髀下邊拍，再呼氣收腹，雙手向後面拍，再呼氣收腹，雙手向大髀下邊拍，吸氣手腳返原位。做呢個動作嘅時候要保持身體穩定，單腳嘅時間比較長，要保持穩定。腹肌更加要收緊啦。做呢個動作，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鍛煉大髀前面嘅肌肉，亦都可以靈活肩關節。呢個動作都係可以訓練平衡感嘅。示範又結束啦，
如果大家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